来继续来看这位这个南投县的前议员苏雪燕，为中国嫁来台湾，因为无放弃到中国籍，所以内政部依照着国籍法的规定，加解除职务。苏雪燕不服，要提出着行政救济。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嘛甲相挺，伫个质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时阵，当场呛声，讲这个中国人是外国人，这又搁引发着热烈的讨论咯。这透早徛在路口，甲大家拍照好。伊是来自中国河北的苏雪燕，2021年补回，正做南投县议员，是全台第一位中配的民意代表。因到即卖所互内政部依照国籍法规定，无伫就职进前放弃中华民国以外国籍做理由解除公职。苏雪燕不服，要提起行政救济。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也斗相共赞声。大陆人民是不是外国人？如果从宪法的观点来讲，有关大陆人士就宪法基本人权的部分，我觉得跟我们国人应该一律的保障。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甲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前正面对决，佮要求对方应该爱加研究宪法。是讲这句中国人敢讲就是外国人，真有争议，嘛互民进党争着机会攻击。有70%到80%的台湾人认为我们是台湾人，不是中国人，这就是事实。我们两边的主权就是互相独立的。我们希望让拥有中华民国身份的人，他都有参政权。但是因为卡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复杂性，那变成是说他可以选举，但是呢，当选以后会被解职。毕竟看能到两坏主权。外界嘛关心，那是苏雪燕被性侵实现，宪法的法庭敢会受理？请大家不要就个案的立场，或者是单一议题的立场，对大法官的每一个被提名人来提出非常多不合理的价值判断。人事案的审查嘛，看能到调查敏感的神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